现代台语版圣经列王记下卷第2章。上主特别用加利亚风接以利亚上天的时，以利亚甲以利沙做伙离开吉甲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讲：上主找我去伯特利，你着留踮遮。以利沙讲：我去永活的上主甲你的性命咒詛，我一定无要离开你。因两个人就做伙落去伯特利。伯特利遐个先知的学生出来见以利沙，对伊讲：上主今仔日要接你的老师离开你去，你知无？伊讲：我知，请恁恬恬。以利亚甲伊讲：以利沙，上主找我去耶利哥，你着留踮遮。以利沙讲：我去永活的上主甲你的性命咒詛，我一定无要离开你。因就到耶利哥。耶利哥遐个先知的学生来以利沙遐，对伊讲：上主今仔日要接你的老师离开你，你知无？伊讲：我知，请恁恬恬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讲：上主找我去约旦河，你着留踮遮。以利沙讲：我去永活的上主甲你的性命咒詛，我一定无要离开你。因两个人就做伙去。有50个先知的学生对因去，远远徛伫因的对面。因两人徛伫约旦河边。以利亚将伊的外衫卷起来，拍河水，水就分双平。因两人行踏地过去。过了后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讲：我受接离开你以前，你爱我为着你做甚物，你着甲我讲。以利沙讲：求你将感动你的神加倍互我。以利亚讲：你所求的真困难，毋过我受接离开你的时，你若看到我，就会得到；若无，就得袂到。因若行若讲的时，忽然有火战车火马将因两人隔开。以利亚就坐加利亚风受接上天。以利沙看到，就喊讲：师傅啊，师傅啊！以色列的战车甲马兵啊！后来，以利沙无搁看到以利亚，就将家己的衫拆做两爿。伊捡以利亚家落落来的外衫，倒转去徛伫约旦河边，用迄领外衫拍河水，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伫倒位？拍水了后，水就分做两爿，以利沙就过去。以利沙对面遐个耶利哥先知的学生看到，就讲：感动以利亚的神临在伫以利沙啦。因就来迎接伊，趴落伫伊的面前。因对以利沙讲：你的仆人遮有50个勇士，请你允准因去找你的老师。可能上主的神带伊去，甲伊ฮ็伫某一个山，还是某一个山谷。伊讲毋免找人去。因一直甲以利沙孤城。以利沙互因逼甲真为难，就讲：恁通找遐勇士去，
因就找50人去，找3日，找拢无。以撒伫耶利哥听候，因倒来了后，伊甲因讲：我竟无甲恁讲，毋免去找。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讲：先生，照你所知，即个城的地势真好，毋过水质真歹，土地袂生产。以利沙讲：恁用一块新的碗，倒盐摕来互我，因就摕来互伊。伊去到水泉遐，将盐倒伫水里，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我医好即个水，即个水袂阁互人死，嘛袂阁互土地无生产。迄水就变做好水，到今仔日，拄照以利沙所讲的话。以利沙对遐上去逼着你。伫路呢，伫行的时，有少年人对城内出来，甲伊踢笑，讲：秃头的闪开，秃头的闪开。伊回头甲因看，奉上主的名咒诅因，就2只牝马对墙拿出来，拆入因中间42个少年人。伊对遐上加密山，搁对遐倒去撒玛利亚，